有外国民众对高雄的轻便铁路有些违则，认为讲安尼去影响到行路的人的路权哦，这嘛引起真侪讨论。有民众就讲哦，国外轻便铁路有诶某些违则，也毋过某民众认为讲是因为咱国内民众行路的关系上过歹路，才需要装违则来预防意外。 加违则甲轻铁的轨道甲车路隔开，这是今年3月底高雄轻铁联合变应站新设的设施。因为这站1月违规的数量就有86件，1月到3月底计共177件，创顶半年上悬的纪录。设违则了后，才明显改善，但是有高雄的民众伫网络打文，讲捌接待德国的厂商，对方看到轻铁边仔有设违则，真好闲，问民众安尼敢会影响过路人的路权？ 这个栅栏是一个必备的，安全为主啊，这不是一个观瞻的问题、美观的问题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必要的。高雄轻铁常常予民众违规骑机车去压到，真侪人认为讲设违则是有必要性。高雄市行人路权促进会也讲，国外轻铁有一寡区域也有设违则，无设的区域一般是住家区，也是观光区，车速较慢的所在。本来就是因地制宜去看这个地方它的交通需求是什么。那还有一种状况是，毕竟台湾跟欧洲的行车环境很不一样。 那我们的确是很多的机车骑士会，行人哪里有路走，机车也哪里往上骑。通车营运之后呢，那整个的一个违规闯入的情况是蛮多的。那自从我们在设置栏杆之后呢，这个闯越数已经大幅降低了。市府回应虽然有积极宣导，但是轻铁一寡所在，有若是接看到过路人也是机车撞过去，高不里将才会设违则来预防，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，互相体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